乡亲啊，这个疫情嘛拖到外岛的澎湖咯。一个1年前的渔工，伫个14天加7天的隔离结束了后来做采检，但是采检的结果也未出来。伊16号的下晡，就为高雄坐无人机到澎湖的马经，结果检验一个出来害咯，是阳性确诊。这声紧张啊！相关的单位赶紧来做疫调，初步是空列53个人。啊嘛加在这个渔工所坐的这个华信航空，第一波19个坐同一班飞机的旅客 PCR 结果拢是阴性。其实哦，这个渔工已经有做2剂莫德纳，入境解除隔离了后，采检3届嘛拢是阴性，无排除嘛是伫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喂着病毒。清洁人员手提消毒器，伫咧马公机场斟酌消毒，因为澎湖伫咧昨出现疫情。这个44岁印尼籍渔工已经做完2剂莫德纳疫苗，伊11月23来到台湾 ，PCR 是阴性。24号半暝啊，住伫咧中部检疫所，经过14天居家检疫 ，PCR 嘛是阴性的。不过昨日采检完，还未等到确诊的结果，就伫咧过两天为高雄坐飞龙机去澎湖。就惊疫情搁一摆摊开，官府随甲查甫人做隔离，嘛紧来找53个有含伊指接过的人，要求昨下晡3点伫咧高雄坐华信航空 AE347班机，坐伫咧第3排到第7排的乘客主动向卫生局联络。我们匡列的跟他昨天下午同一班飞机的前后2排还有包括他同一排的旅客那总共我们匡列的19位的旅客，他们的采检结果都是阴性的。北韩渔工指接过2个中人，已经奉要求做自主健康管理。渔工昨下晡去过马经第3渔港的码头仓库，即马嘛加强做消毒，避免个人倒掉。